第3章，兄弟啊，我还有话讲，请恁为阮祈祷，通互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到荣耀，拄拄亲像伫恁中间一样，也互阮脱离无理的歹人的手，因为人无拢是有信心，但是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恁，保护恁脱离迄个恶者。阮靠主深信，恁现在是遵行阮所吩咐的，后来也的确要遵行。愿主引带恁的心，互恁听上帝，搁学基督的吞论。兄弟啊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恁，凡若有兄弟无照规矩来行，无遵守趁阮所受的教训，就着离开因。恁家己原知影，应当怎样效法阮，因为阮伫恁中间，袂捌无照规矩来行，也袂捌白食人的饭，反倒是辛苦劳碌，入眠做工，免得互恁一人受累。这并毋是因为阮无有权柄，就是要互恁做模样，叫恁效法阮。阮伫恁迄位的时阵，捌吩咐恁讲，若有人毋肯做工，就毋通食饭，因为阮听讲，伫恁中间有人无照规矩来行，什么工拢毋做，反倒专管营仔事。阮靠主耶稣基督吩咐苦劝即款的人，着安静做工，食家己的饭。兄弟啊，恁行好，毋通失志。若有人无听趁咱这个信顶的话，就着记录因，无甲因交往，互因家己觉得见笑，总是毋通掠因做对敌，着苦劝伊亲像兄弟。愿赐平安的主，随时随事家己互恁平安。愿主常常甲恁众人同在。我保罗亲笔问平安。凡若我的批，拢用这个做记号。我的笔迹是安尼。愿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常常甲恁众人同在。